梗係要優質優遊嘅優啦。葡萄園第3期度假式退休大廈推出嘅高額津貼，幫你解除煩憂，置業盡享悠遊。喺 Victoria Park Dominico 嘅葡萄園係真正低密度住宅，無敵景觀，可以直通全新嘅社區中心，仲有巴士直到門口。升級設施，安全至上，開心無憂。售價由379000起，即刻上網或致電查詢。每天送你多一些開心回歸。9月15日到11月7日，連續8個星期，逢星期1至5，聽實 AM1430全線節目，每日密碼隨時出現。與此同時，收睇新時代電視，畫面提示另一組密碼，集齊電台、電視兩組密碼，上載到 am1430.com 或提交到 Fairchild Radio App， 就有機會得到每日獎賞，價值80蚊禮品包一份。終極大獎，一人獨得，由香港航空送出溫哥華來回香港經濟客位機票2張，每天送你多一些。潮流無限 U 列車即將開出。我條頸好緊喎。咦 David， 你條頸咁樣唔得㗎喎。你有冇方法可以幫到我啊？有啊，教翻你做幾個動作啊。想知道點做就睇潮呢啲。有冇諗過靠自己對手都可以鬼聲鬼氣呢？想花少少錢就可以喺 Halloween 大出風頭？我哋有計。潮流無限 U 星期5晚上6點45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同你開解最潮話題。